新地伫咧前2天也有落雨，不过这雨落伫集水区的水却是真有限，对6月开始的限水措施恐惊是无啥帮助。利是一场大雨，对北投湾水库的水情小可有帮助。根据经济部水利署2月的统计，这2天全台湾水库有1610万吨水的入数，其中新竹、宝益甲保利水库累计降雨量9毫米，增加37万吨水，大概是新竹地区2天半的用水。包括石门水库降雨量达到22毫米，入流量预估可以增加420万。新竹地区的宝山、宝二水库系统的部分，也预估可以增加37万吨这样的一个入流量。这个对桃园以及新竹地区的水情都有正面的帮助。虽然讲有落雨，不过新竹水情同款吃烂，目前已经按顺对6月份开始进行限水措施，民众甲饭店业者也拢做好停水的准备。用一些备存水桶，然后备水，然后避免停水的时候没有水可以使用。以6月1号起，如果实施公5停2的话，饭店将会采取定时监控用水量和提前储水备用，并且我们已经接洽了买水作为备源使用。水署统计，目前宝山水库的吞水率已经达到6.7%，保利水库搁较低，敢若剩3.4%。希望未来28、29这几天的落雨，会使有较好的结果。记者张君豪，新竹报道。